抑鬱症最怕你做嘅4件事，只要你做啱咗，抑鬱症可能一日比一日好。第一，抑鬱症怕你積極社交，佢中意將你困喺自我封閉嘅世界入邊，長期獨處會令到你頹廢擺爛，持續沉浸喺負面嘅情緒入邊，咁樣抑鬱就可以活得更滋潤。試下俾朋友發個信息，打個電話，尋求他人嘅理解同埋支持，可以讓你感受到溫暖同埋力量，仲可以幫你轉移注意力，從消極嘅情緒入邊解脫出嚟。第二，抑鬱症擔心你遵醫囑食藥嘅同時，仲重視營養均衡，因為一般抑鬱症嘅人呢，睇落可能會缺乏一啲人體所需嘅營養素，單純食藥可能效果唔太夠。均衡飲食嘅同時，可以適當補充情緒魚油。呢類情緒魚油除咗高純度嘅 Omega-3，仲復配咗多種支持情緒健康嘅維生素同礦物質，每日1到2克，連續4週可以明顯改善抑鬱情緒。第三，抑鬱症怕你停止自我攻擊，佢最喜歡你反覆拒絕過去嘅經歷，令你陷入自責同悔恨，不斷消耗你嘅心理能量，令你喺抑鬱嘅泥潭越陷越深。當你學會將過去翻篇，接納唔完美嘅自己，抑鬱就冇咗養分，自然就會逐漸消散。第四，抑鬱症怕你喐起身，佢巴不得你成日攤喺床上邊。如果你順住佢嘅意願去做，抑鬱就會越嚟越強大，然之後將你擊垮。當你試住鼓勵自己從最簡單嘅小事開始，慢慢喐起身，抑鬱症對你嘅影響就會逐漸減弱。歡迎收藏以及分享俾你身邊有用嘅親友。